似水，风物暗幻。70年的岁月在身边匆匆流过，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总有一种声音，一个笑容，留在心头，毕生难忘。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是一朵气勇刚才人，老他我来草马人情味，全国大清鸡飞说嘞，年人有时慌早睡，行动好比风得嘞，眉梢眼过大手起，声音小马话来抗心的恰日就是雨。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东方戏剧大舞台节目《一代风华粤剧老艺术家》系列访谈，特意请来的是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风流倜傥的宝哥哥徐玉兰老师，欢迎您，徐老师。谢谢。徐老师，刚才我们是通过镜头又重温了您的专场那天的这个热闹的场面啊，是不是也勾起了您的很多美好的回忆呢？对，那天很热闹。我呢自己感觉到，一方面呢很感激，另一方面也很激动。因为我有上海领导啊，师傅领导，国家的那个领导，那么有主办人、承办单位，那么有好多你们东方电视台啊都帮忙，各方面文信阶段了。那么我也看到我的弟子在台上演出，那么自己确实是心情非常激动。那天叫我讲话，我讲了咯里咯哒，话都讲不出来，太激动了，心跳了。确实那天，而且来了那么多喜爱徐派的这个观众啊，他们一直等到11点多都没有走。对呀，特别那个观众来自国外的、香港的各方面的，他们特意赶来看我们4个人的专场，所以那个观众特别热情。那么有些老观众都散戏以后都等在门口，要叫我们那个签字啊，那么他们都久久不肯散，很激动。虽然已经过去一段日子，但是回想到那天的情景，还是很难忘、很激动的。但是徐老师，我发现啊，您跟其他的3位老艺术家有一点不同。您是出生在阜阳的新登县。对啊，不是我们这个盛县，不是粤剧的发祥地。那您是怎么会接触到粤剧的呢？我大概8、9岁时受我那个祖母的影响，那个就是女子跌倒班，那个时候叫跌倒班，那么到我们家乡来演出，那么我就逃学了，翻墙进去看他们那个，看了好多个女子粤剧班，最后看呢，我就看到小德国。我觉得他们很开心的，台上龙刀舞枪的，红红绿绿的穿的，下面也好像自由自在的啊。那个你向往这种生活，很开心。所以你后来就萌发了想去学这个粤剧的念头，是吧？那么后来他们理想也有班主任呢，班主任看看，这个小姑娘呢，她要试试我嗓子好不好？那我就唱给她，你的嗓子挺好嘛，我们一起带你一起去学。那时候我很开心啊，我很开心，我想去了。后来我妈妈知道的，不许，妈妈反对啊。她说这个你怎么好去唱戏的？那个时候因为我家里管成经还可以的了。我记得蛮牢，他小子嘛，他说唱戏的人，他说台上面切个空心杯，请啊都是空的嘛，都是空心假的，假的嘛。那么台下面切个2万块，他说反正就是捆个稻草袋，他这是我像一个陶碗配，他就有4只那个口头。当然戏子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的嘛，因为看不起嘛，就是确实是这样。后来嘛，我说我一定要学习，他是不准我学习，不准我动他闹，我一定要学习，书也不念了的。他说你要学习，我杀他你，杀他我，你杀了我，你杀他我也去。我就是我要去学习嘛，我怎么这样讲？他说你跟戏班子里去呢，我们家里不放心的，是吧？你既然要学习嘛，那么大家想办法，因为像我这样的人要学习，不止我一个，其他的那个家长的子女也有。那么后来就是邀请这些家长呢，大家每个人出一点钱，
到那个泾县，出钱泾县就请了那个师傅。所以说那个时候您就是开始正式学戏了。那个时候正式学习。那后来，您当初学的不是小生啊？您当初学的好像是当时呢，因为还是我们那个师傅请来呢，他就叫你摆台，摆台嘛就看你的形象了。当时我老师叫我唱花旦，唱花旦漂亮，这小姑娘长得漂亮。不欢喜花旦，我欢喜唱小生。为什么喜欢唱小生？我觉得小生，因为我这个脾气也比较像男孩一样，花旦太软弱，扭，我不喜欢。爸爸来看我我就靠鼻子，我说我不要学，你带我回去。他说为什么？你自己要学习，为什么不学？我说老师给我唱花旦，我不要唱花旦。说有没有记得特别苦的？不苦。啊，你还觉得不苦？真的不苦，为什么呢？因为我喜欢。现在呢，有打了地板，还要搞个海绵垫子。那个时候都是石板的、石子的，石子儿地、石板的。那么有个时光攀拍服啦，什么都，我这里有飞机的，我小的时光有升过那个飞机。那个时光我就要学习，我那个母亲看我是飞机来图书了，她拿了把毛儿很远的地方赶来，她不给我吃，她劝我去。不吃，他说你偷吃了也吧，我没关系，我说没关系。他因为我对妈妈傲脾气出来的，我非要学好不可。这个从小倔强。那么我妈妈也讲好，你这样，那么你死了我也不管。我说不要管，不要你管。就这样，我妈妈也很坚强。我妈妈逃难到上海来，0年到上海，我在上海，在上海她。到90岁死的，他到戏院治理，没有看过我场戏。小的时候，徐玉兰老师呢，正是凭借着这种不怕吃苦、不服输的这种精神，在戏班里头得到了大家的喜爱，也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但是，直到1939年，您第3次到上海，那才是您的艺术上的一个真正的一个转型的时期。37年就抗日战争以胜利。对。那个时候你正式演小生了，对不对？再出来大概11年，在那个老宅戏院。正式挂头肩这个小生是跟施银花合作了。那么后来就那个时光42年嘛，就施银花到宁波了。那我听说是1942年是您跟这个施银花是到了那个宁波的天然舞台。天然舞台啊，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您这个事业如日中天的，是不是？那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个小生大家化妆，那个施银花大姐姐她也不知道。那么后来那个班级里的小生呢，他也化妆好，我也化妆好，大家衣服穿好，说出来他说他要唱那个板斧，我演师傅。让他先演板斧。先演板斧为主嘛。您后来演索夫。我说我自己退，我说让他演。结果嘛，他演上去嘛，等施银花一搭档嘛，施银花不满意嘛，下来就骂了。那么我做索夫，因为那个时候索夫我出去，一下子满堂彩，我自己也慌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分析嘛，因为我们上海请来的，年纪嘛有比他轻是吧？那么这个。服装嘛也比他们好，因为上海去的扮相又好，那么年纪轻嘛扮相做还可以了，嗓子没响是吧？嗓子响，一开口一唱嘛，大家都满堂彩，一炮打响。就是这样，他日夜2场都饱满。那我听说您在宁波天然舞台演戏的这个时期啊，还有一段智斗这个和平军的经历。便衣和平军大概，他本来是。住在大概3把里面的，他看里面弹琴了，他好像色眯眯的香烟就跑过来了，跑过来好像看，把个香烟滴，他往台上盯上了。我当时马上就火起来，他盯好笑眯眯，我围着那个座位上，我说你过来。那他又莫名其妙，我台上就喊小子，我穿了服装我就叫他过来，我说你过来。那他也跑过来了，我说你怎么搞的？你把香烟弟弟盯着我这个身上，先快盯着我衣裳上，烧一点，烧一个洞也没关系。如果盯着我眼睛上怎么办？你就跟他当面对峙。那么当面就讲了。那么他一想，你这个唱戏的人那么狠，你当场就把了那么多观众出他眉头了，是吧？他是学吃一来，这骂人了，他骂我，我也骂他，对骂。
两人对骂，对骂后来嘛，他这个木卡枪挂在那里的，我把枪也拿出来了，哎，枪都拿出来嘛，观众都骚扰嘞，观众都要逃嘞，是吧？您这时候害怕吧？那这个我不害怕，你还不害怕？他没有理，你胆子也太大。哎，他就没有理，我就对动他对骂。那个时候我真正气死，我就带人把这个帽子拿掉，我就地上就关，我不演了，我要回上海去了。您当时多大？才20出头？20左右啊。您就敢跟何平清这样当面对质？哎，我就当面对质，他们都是挨掉了。他说你这个是胆子那么大。您当时怎么想的？您就觉得不能欺负我们当演员？哎，我说你不应该这样欺负我们。所以你看，从这件事也看得出，徐老师真的是不畏强暴，个性当中就是敢作敢为。是啊，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我这个人，所以就要叫我小钢炮的了。您后来怎么会从这个宁波天然舞台又回到上海？就是因为傅老师的邀请吗？因为当时呢，我来宁波演了，已经演了2年半了2年半嘛，因为那个时光嘛，宁波嘛碰到好多事情，也不想这样下去。那个时候上海呢，开始呢，有人想来请我动，让谢芬得到。那么后来再来的人是胡金香得到。那么后来呢，胡金香自己来了，自己到亲自来了看我戏。看过戏呢，他经常来看我戏，看我戏过之后呢，大家比较谈得来哈。刚好大家到上海去跟他们合作。那么合作当中呢，这个时光还没有完全定下来，我就上海来。我到底是福建乡还是到底是岳起来着？我下来搞不清楚。那么当个时光呢，我就请那个宁波是清泉的饭，那个我请的这个宁少林就很大的。那么当时呢，我就碰到了这个海里碰到个水雷，就是没水雷，那个全老大看这个水雷要吸铁的，你水雷他吸过来，他就酿。他看见水雷过来，他酿，已经让了。后来他们告诉我们听的，酿一个水那么大的，人家都有酿过去，他屁股不动的呀。那么水雷砰过来，插那个屁股，砰插了一起，这插了一起了，这样碰了一起了。如果打个正着，那又是一部太太一刻好了，就完蛋了，对，是吧？所以您是大难不死，我这大难不死。所以后来也促成了您跟这个傅老师的这个合作了。后来嘛，我到这么到福建乡，这么这都好，那么好。那么再要回去了，那么就要回去变神经，担心了。那您跟傅老师一共合作了多久呢？大概1年。1年当中，其实你们也结下了很深厚的情谊，你们都住在一块儿了。他呢，有的时候到他家里去嘛，烧泡饭给我吃了，反正2人蛮好的，他对我蛮好的。在这段时间，你们也合作了很多戏，那其中最著名的应该就是《浮生六记》了。《浮生六记》中他演过。对，这是从那个话剧移植过来的，改编过来的。那个时候我到福建乡演的时候，就是那个乔琪，著名的话剧演员。乔琪他演的，我们去看，把他就被移过来，请乔琪来导演。请他来做导演。江浙两国一起当铺用水调，这年一个你，这数一个我。
老师，您前面说过小时候就看过小丹桂的戏，那后来几年过去了，哎，居然有机会能够和他同台演戏了，是不是也很高兴啊？对对对，我说当年我看你的戏，好像你到我们乡下来演出的时候，我看你这戏我还没演戏了，我说现在我怎么搞的？我同你一起在什么场戏？感觉也很奇特。他以为不知道了啊，是吧？啊，他说是吗？哎，我说蛮奇怪的啊，是吧？就我原来是你的戏迷，现在是你搭档了。那个时光我同他搭档呢，因为我们像后起之秀一样，那个时光是吧？他呢基本上这个，那个时光基本上那个时光三花不进一圈，一圈不进一单，一单就小单过。那个天宫实际上只有500个位置，500个位置。那么当年可以摆定的。500个位置，起码再摆500个。啊，就是空的地方再摆500个座位，长廊全部坐满。都跟小丹桂合作的最出色的那个戏，应该就是《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对，当时也是那个一举轰动啊，在上海。在演出的时候啊，看满的时候啊，就屋顶我上面的我都啪整个塌下来了。哟，那不要砸伤人了吗？哎，那么停下来了，不演。停下来过去嘛，那公安他们为公安就要查了。要查了嘛，那个公安就审他，你在干什么？做什么戏，是吧？你在干什么？他说做是我错。他说不要叫你自我错，我问你在演什么戏？他说我在演自我错。原来他演出了一个大笑话，他说。那么后来做好了，我们再恢复演出来。张春梅一个原来你一个台子里先加2句好吧？我说加什么？一个顿饭下来也是我错，我说怎么可以啊？我这个也不是戏里向的东西了，是吧？你是叫演员去买书的也好，就这唱，我说我这不唱，等着第2次唱好火之后嘛，晓得怎么搞的？我在台上好像就恶心，2人的状况嘛，他女的在唱，我在看书嘛，不理他。他会恶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种喝茶呀、台上脱台呀都有，这些机会都不对。我台上也不好脱，我这口里含了什么东西？我一直在看书，在想办法，我就把这个书个角落里插了一块，因为书这样看不惯就看不出来，插了一块，我做了一个小本，然后观众看见我的头，看了书，盘里头有写了，都是。他也叫医生来给我打针，打了一针的后休克过去了，休克过去了，尽快我醒着。他们我说这个给我打的什么针啊？怎么会休克的？他说跟医生一个我没对给你打什么针啊，你自己大概身体好像不太好大概。这样的还是常的就是这个第3天晚天下来。我还蛮天天拿那个杯子喝那个开水打了嘛，一面在吐，一面拿个牙签我在聊。我说这怎么说呢？牙齿睡不香，我说不对里香的，一出事。你当时还不意识，没意识到那么严重。没意识我什么吐血，我什么东西也不晓得，我还在研究了啊。今年这个3楼一爬上去，他给我一照，这个肺里向跟血管爆。3楼一爬或者一爬呢，就好了，更厉害了，大吐血了。那么等于跟这个冲水一样的冲水，那我自己怕，自己开始怕，那么我就说，张翠梅打电话来，他要叫我去，还要叫今天晚上也有车，他要叫他一个年轻老板生一张支票2000块钱，送给那个医生。医生问我，医生有个不支持，人家说吐了这样这么好好拿不去，贿赂医生要你去，但您心里头是不是也挺难受的？你看戏台老板把这个演员完全就是当成摇钱树，他当我这样摇钱树，我还是好像很从骂力的很忠心耿耿的，对，哪怕他退票了什么东西，我吐了3天时，我照样给他演出。一场大病使徐玉兰看清了戏台老板的嘴脸，老板们只把演员当成摇钱树，而不顾他们的死活。
怀着对越剧无比的热爱，徐玉兰老师呢不仅当时积极地参加了10姐妹的义演活动，而且萌发了自己组织剧团的想法。这样呢，让我们请出当时被称作是老蛋黄的周宝奎老师，我们掌声有请周老师。周老师您好，哎呀，好了。这个提到我们周老师啊，大家马上就会想到这个碧玉簪里的这个婆婆的形象啊，手心手背都是肉。那你们2位也是很早就认识了，老姐妹了。我跟她是几十年了，15年，4、5年就开始合作了。15年的到上海啊，是吧？首先是跟父亲相识的啊，后来到那个丹桂集团，那周老师是不是第一批进入我们玉兰剧团的演员？对。啊，什么？成立玉兰集团的嘛，后来成立玉兰集团，你不知道？玉兰集团成立嘛，玉兰集团就把那个丹桂集团，我是丹桂集团的班底呢，是吧？后来就变成玉兰集团。啊，那当时怎么会想到成立自己的剧团呢？徐老师？像长青吧，这些人像当我们是摇钱树一样。那么那个时光，我就自己有打算，不懂他演了，我自己成立一个玉兰集团。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想成立一个剧团。那47年就是3、5年下来，我就自己成立玉兰集团。像这种就包括老师到农民嘛，到农民演出，就自己搞剧团才能够保持艺术的这个，搞剧团们自己搞了，纯洁性。玉兰剧团刚刚建团的时候，演了哪些剧目呢？第一个戏是相亲来嘛，那个是关于戚雅仙不是戚雅仙老师讲了，我是徐月兰的原配夫人嘛。那个时候他还没唱主要还没用，还没头肩了是吧？他是唱2肩了3肩了，我把他拎上来。这个编导也因为这里面成员很多的了。我们是编是的。他是怎么掌握的呢？我也讲不来。不过他很能干，他一面演戏，他又会掌握这许多人，又会管理又会演戏。他那时候嘛，他自己的工作也很辛苦，他年纪也不小，但他不谈恋爱，他专门就是为艺术为主。就摆脱了那个旧社会的恶势力以后，这个徐玉兰老师带领大家是干得热火朝天，对不对？玉兰剧团的事业也是蒸蒸日上。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收入了，再高了。哎呦，这个您当时想一想，您当时一个月能拿多少钱？最好的时候？那是当时啊，我们也要拿做500左右吧。哦，一个月拿500块。哟，这个很厉害，当时才1940几年的时候，就那个时候是演员真正为自己演戏，没有人来拨钱就是和玉兰剧团的这种如日中天的这个火热场景相比啊，当时小丹桂的这个小丹桂呢，它形成了是鲜明的对比。小丹桂是我们号召所有的越剧界这个团体停3演调演停演3天，停3天。他是不堪这个张春帆的凌辱，然后这个服毒自杀的。那么当时这个消息传过来以后，是不是姐妹们也是非常的义愤填膺？我们想把自己来想把他小丹桂所有的身材，他的小丹桂所产的家当财产，张翠万拿出来。你们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帮他讨出一个公道了。那最后是坏人得到了严惩了。其实小丹桂之死也给了我们越剧姐妹一个警示，就只有抗争，只有觉醒才是出路。那么一解放嘛，就是大家都控诉上升。对，但是毕竟一代名伶小丹桂已经香消玉殒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再重温一下当年的这个是我错啊，我们来寄托对一代名伶小丹桂的一份怀念之情，好吗？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啊。
你抱起是我错，东房里想丈夫啊我，见我丈夫是你不错，你来招呼我啊不想，理不往来是我错，请你到场的银啊辅导，有理是你呀不错，到来相争我啊不随，不是里头是啊我错，上京跟靠你送啊我赢，夫妻你总是你不错。对于徐玉兰老师来说，1953年她带着玉兰剧团跨过鸭绿江到朝鲜去参加慰问演出，也是她终身难忘的事情。当时随她同去的呢，还有玉兰剧团的很多演职人员，其中也包括了小桂芳老师和徐老师的学生唐月英。那么今天呢，我们把两位也共同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共同来回忆当时的那段经历。现在我们就掌声有请两位，欢迎我们的小老师和唐老师。您好，你好，小老师啊，唐老师您好，请坐两位。小老师是这个徐老师的老姐妹，同辈的啊。那唐老师呢，应该是徐老师的大弟子了，但是偏偏又不是学小生的，学的是花旦。对不对？以前还演过这个王熙凤，也是很出名的啊。那现在呢，是承担起了这个照顾徐老师的任务，几十年如一日啊，也很不容易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1953年，你们是一块儿去了这个朝鲜慰问演出，就我就当时在想了，也没有人叫你们去，好像听说是你们自己申请去的。对，胆子怎么那么大呀？对，那边是怎么说枪林弹雨的前线啊？是怎么想的？当时徐老师啊，那个时候到了安东呢，就是为空军文工团，然后空军一些老百姓演出。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那个飞机在那里，心里就在打仗。那我们在正面嘛，老是晚上看他们打对面的。哎，那么白天早晨起来，我们不是练功吗？练功嘛，大家去跑步了。跑，有一次我们都是很多人跑到那个鸭绿江旁边。那么人家讲，哎，这个是鸭绿江，过去就是新义街。可当时我一看，我说啊。这个鸭绿江到了上海外巴头就差不多。这么近呢？哎，那么近啊！刚开始呢是很天真，哎，好像跨过去就是对面就是鸭绿江了。那么大家打报告我们批下来了，那我们也很天真，很光荣。那么徐老师刚才讲了，所以他这个做事情啊，跟他性格很像的，他很果断。那么我们团里的人呢，也应该说是非常听话的啊，也是很天真的。号召大家就好去了，好的去吧，一呼百应。一呼百应。那么我们就去了。跨过鸭绿江的时候，大家都很生气啊，跨过鸭绿江了，对吧？他们有这个大概是有岗哨的啦，有岗哨的，开了几里路啊，他们有一个公里一个岗哨，一公里一个岗哨，岗哨要开这个枪吧，嘣一枪，我们一跳。就是身上摸，是不是打中了？那到了目的地，到了，大家糊里糊涂汽车乘完到了目的地啊，在哪里？住哪里啊？就是山上面，山下面。五层楼就是五层楼的矿洞就要200多个下去。楼梯。那你住在下面吗？住在下面，第3楼，住在下面啊。那演出呢？演出最后在最底下，在洞里最底下，哎，2侧把周云台嘛，在下面，那也是很感动的。大家喜欢吗？喜欢。可是我演梁山伯嘛，要死，梁山伯不是要死了吗？对啊，是吧？要死了，下面砰立起来，站起来，你不要死，
他是不要叫我不要吃，你到周英德开小差。哦，入戏了，哎，入戏了，叫我不要死，开大周英德堂啊，哎，对，所以他们看看戏都是看一个整个国家的，因为他是整个从头到尾的戏，他看得懂。他也叫口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哎呀，我们怎么238周英德保家卫国是吧？后来保卫祖国，他就说保卫祖国，因为我们国家有那么好的文化遗产。你们觉得是这个爱情戏，其实对他们鼓励他们士气了。对，后来到那个开城啊，真是上面是枪炮不断的啊，下面是冰天雪地的，就是这样子的时节，我们就跟着老师们就是这样子过下来了。因为朝鲜很冷的嘛，零下40度，我们上厕所的时候是吧，更艰苦了。为什么呢？戴了一个口罩，把这个棉衣都穿好，大靴子穿好，要跑一段路的，戴上口罩，跑到那边啊，这个眼睛睁不开了，哎呀，眼睛睁不开了，好，这样是好，把眼睛张开了以后，这个气再这样子冷啊！听你们这么说，觉得可能现实当中面临的困境还要比这个当然了100倍啊！你看我们洗头在哪里洗的？朝鲜不是有汽水的吗？我活的，我们洗头就在这里，把它吹。那它就是这个榔头过来嘛，活水嘛，水过来把它吹洗头，洗澡就在桥下面。所以那次你们也是获得了很大的收获哈，而且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你们还从那里搬来了一出我们这个朝鲜的名剧《春香传》。对，那个时候啊，是在这个战争环境中啊，实际上也实现了这个文化交流。对，因为他们呢也很。看了我们238中影台也很感动，他们说他们有个丞相传，就我们都坐在下面看，他们在上面演了一下，大灯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就把底灯啊，我们当然手电筒我们就打上去，当手电筒他们演错，他们记着演，他们把这个功勋演员啊几个主要的演员角色都派过来，教我们。所以呢，我们带回来这个《春香传》呢，已经很完整了。应该是。《春香传》也是记录了你们的那段烽火岁月，也记录了当时的两国人民之间的这个情谊。那我觉得我们今天也是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再次的来聆听一下其中的这个精彩的唱段爱歌，好不好？好的。爱我爱是恩爱你，你爱我喜，我爱你。越剧的意义呢，并非仅仅是一出经典，而是一种艺术精神的传承。
在徐玉兰老师塑造的贾宝玉之后，舞台上又出现过一个又一个丰满的贾宝玉的形象，而这其中上海越剧院的副院长、著名徐派小生钱辉丽可以说是他们这代人当中的佼佼者了。今天呢，我们也把他请到了现场啊，我们请他和老师一起来共话师生之情。欢迎你，钱辉丽。欢迎几个，来，老师。今天跟老师一个是红与黑啊，颜色搭配也很好看。其实我们知道钱辉丽当初是在诸暨越剧团，是的，唱越剧的。那后来老师怎么会把这个好苗子挖过来的呢？在1980年呢，一开始学戏以后呢，马上我首演的一个戏就是《红楼梦》的哭灵啊，第一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哭灵。那个时候可以说台步还不会走，还不会走，才半年的时间，就参加绍兴地区的一个汇演，那么后来呢，就1年以后呢，我们开始排整个大戏，那个时候我还不敢想能认识徐老师。就很喜欢。我们是当时看了徐老师，以及上海越剧院的老艺术家的这些录像，我们开始排戏的。我们团里也有一位老师，他帮我们做，就是现场的导演。那么我们那个时候1年大概没有多少时间就排出来了，然后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那么我记得是1982年。1982年呢，我们是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演出，周宝奎老师他带着香港的朋友呢去杭州去旅行，那么看到《红楼梦》，周老师当时就想，他说，这个哪个剧团竟敢有那么大胆能演《红楼梦》啊？那么周宝奎老师看了以后呢，他非常高兴，后来到了后台也跟我们大家演员呢提了很多的意见，然后他说我尾戏要到牛栏起岗，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团里的支部书记啊，他写了一封信，想呢，因为宝奎老师走了以后呢，后来也没有什么音讯，那么写了一封信呢，给上海越剧院徐玉兰老师收，然后我们书记就说，我们有这个学生很想拜你为师，有没有这个可能啊？结果徐老师呢，他回了一封信说，照片寄过去让他看看。那么后来我就随便在那个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寄到徐老师家里，然后老师说，那我什么时候一段时间我是在上海的啊，你们有空的话就过来。我记得很滑稽，那时候我穿了一条花裙子过来看徐老师，这是小姑娘。老师一句话，演小生的穿裙子没有阳刚之气，所以几乎，然后我就脸马上就红。后来老师叫我唱，他说你唱句给我听听啊，然后我在旁边抖啊，就老师坐在那里很认真的在听，我就在旁边抖，我真的是抖，我从来没有那么怕过，就是看到老师有种威严啊，又是一直非常渴望的想见到老师，我真的当时感觉好像在做梦一样的，所以就非常非常的紧张在老师面前。它促成就是说这个师生关系的，还是徐老师看了这个钱辉丽在舞台上这种敬业的精神，是不是啊？1983年就是到上海来演出，老师给我们排戏。老师因为他胃不怎么好，就是我们那吃的那些旁边的那些，那时候不是盒饭，就是那时候食堂的那些饭比较硬。那么老师自己带来面包，啃着面包给我们排戏，我们真的全团非常的感动，我当然更感动。我虽然嘴上是不说老师谢谢，我连谢谢2个字都说不出口，不敢说，但是心里都知道，老师真的是为我们呕心沥血，真的是。专场当中，钱辉丽也很不容易了，唱了就是平时不太唱的那个《北帝王哭总庙》，因为这样的戏对你来说平时演的并不多，这次可以说是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这哭总庙从头到尾又做又唱。我觉得这种气势啊，对我来说好像是身上好像觉得不够的，所以我就不敢上。不过直至到现在那个专场要演出以前的10天才决定唱，是你主动要求的？我也是老师逼着我的啊，真的是难为情。后来终于把这个我这么大的一个人，老师还要逼着我，我真的觉得难为情。就他爬了几次，对我讲了，老师，我这几天常常哭总庙，我脑震的。是的，对，有一天，自从老师他最后拍板和杨导拍板说是哭总庙，钱辉丽一定要你上，因为那天决定以后，我说那没办法了，那我就拼命的唱了好几个小时，结果晚上睡觉睡得非常好。因为我这个人睡觉不是太好的，我第2天昏昏沉沉到老师那，我说老师，
我昨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我说我感觉我唱的好像就头晕晕的，是不是脑震荡了？开玩笑，我说脑震荡你就唱对了。其实这也是老师的一种爱，就是看到钱惠丽其实文戏已经非常非常的出色了，如果能够武戏上面再多花一点功夫的话，更加全面。但我觉得还是不够，真的是学无止境。我老师他身上都是宝，我要能够把他通通都学下来，那是不容易的。所以这次呢，钱惠丽通过自己的努力，她的这个北帝王哭祖庙也是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赏。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来回味一下她在哭祖庙当中的精彩的表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在我们的这个专访当中呢，还很高兴的请到了上海越剧院的著名作曲顾振霞老师，欢迎您，顾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顾老师呢曾经担任过《红楼梦》啊，还有《西园记》及《追鱼》等很多优秀的这个越剧经典戏的这个作曲的这个工作啊。那么和这个徐兰老师呢，也可以说是京城合作了很多年了，非常的默契。他是我们的老团长。老团长啊，而且还写了一本徐玉兰唱腔集成，对不对？可以说对徐派唱腔是非常非常的有研究。那今天能不能请顾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徐派唱腔的它的一些特色，好不好？我跟徐玉兰老师合作也数十年了，从50年代中期开始嘛。那么，徐老师呢，这个是非常谦虚的，很好合作。同时呢，他也是这个不断的追求创新的，他不是墨守成规的。每一个戏他都有所创新，所以我们的合作呢一直是很愉快的，非常愉快的。很多戏呢我们都是合作搞的，是吧？
像这个《红楼梦》啊、《追鱼》啊、《北帝王》啊、《西园记》啊、《关汉卿》啊，差不多他的这个一些演一个红一个，都是我们合作的。越剧的唱腔一般的是比较平缓的，激进的多，起伏就很大。激进的多，它这个起伏非常大高低低档。你像那个《红楼梦》的那个金玉良缘这个一个起调，对，是吧？就是今天是总孤岛第一件千岁满意，这个第一件说称心满意的是，一开始是中音，后来换到高音，到高音一下是急刷而下的，到低音，共计有13度，这一句是一个起调了，这个起伏就有13度，就像我们现在坐的那个华山过山车一样，就是唰一下，他这种这个腔呢，所以大家听得也过瘾。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上面到哆，下面到低音的咪。你看他这个腔呢，就是说高低低档的，音乐狂欢有13度。越剧这个腔呢，适应于那个抒情的、柔和的、悲的，比较能够适应。一般的演员都可以，但是你要唱很快，节奏很快了，感情是很欢乐的、很欢快的，这个呢就不是顶突出。但是徐老师这个徐派唱腔他不是，他因为他这个我刚才讲的，他由于他的这个特性呢，他快的东西很能适应，慢的东西当然没有，人人都可以的。他那个在《关汉卿》里面有一段这个快清版的，1分钟可以达到将近300拍，速度非常快，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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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非常快，口齿要非常清楚，而且是大段的，换气了，这个吸气了，用韵声都是很困难，但他有这个，他有这个功夫，没有功夫啊，这一段唱不了的。现在的青年演员呢，功夫了，唱这一段就很难的，很难的。一个演员在台上呢，最重要的逻辑就是个激情，没有激情演不好。你每一段唱，每一个表演，要能深深的、紧紧的抓住观众，你没有激情不行的。那徐老师呢，他总是充满激情。你看他一到台上啊，整个舞台都是他的。他就跟这个发好电一样，整个舞台都他的电力强，他这个戏一下子就把他这个振奋起来，所以他的人物就那么丰满，那么丰满，那么火辣。他都能够充分表达感情，深深的打动观众。所以看他的戏啊，你都是被他吸引的。为什么呢？他就是充满激情。还有一点，他这个很重要一点，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一点？周信芳大师对他的影响，我们齐派唱腔，我喜欢看他。周信芳大师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周信芳的激情，表演的激情啊，表演一种激情。周信芳那个唱的时候啊，表演的时候那个激情啊，是非常感人的。周信芳的咬字，他的喷口，都是非常好的。那徐老师都拿来，用在自己的这个徐老师都吸收他的东西。我会写的。这一个流派的形成，不光要拘泥于本身，还要这个广收博才啊，才能够开拓自己的新的流派。对。那您刚才说了，这个徐老师很喜欢齐派唱腔啊。那我听说您这个唱的也不错啊。没有父母在开幕，要我那个文化局长去。他说要我去唱吊金龟，我怎么去唱京戏？这次看的都是京剧的都是大师啊，都是北京来的袁世海啦、杜近芳啦、什么张春秋啦，都是这些人叫我去唱。他是非常不可，就这样讲，一定要你唱啊。所以那天我就唱了，那唱下面羞的来死。那徐老师，我们也找到了这个片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京剧《吊金龟》的选段。反正我是外行，不过今天我的心情非常高兴，哪怕唱得不好，我也唱几句。我唱《吊金龟》。叫这里母亲啊，
如徐玉兰老师自己说的那样，在他70年的艺术生涯当中，他锐意进取，从不退缩，才有了今天的艺术成就。那最后呢，徐老师，我要代表我们节目组赠送您一样礼物，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您看一下。谢谢。这是一盆有着谦谦君子之美誉的君子兰啊，好，谢谢啊，这个品种非常的名贵。我们节目组呢也希望您就像这个君子兰一样，永远保有这个谦谦君子之风，永远的从容，永远的年轻。好，祝福您，徐老师。谢谢。好了，观众朋友，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奇，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按马龙下开，将西梳撇了字头，把家计的，总算是东园告示西园里，今日异乡一次在。